什么？为什么？放肆做日记，全无体会当时的约束。是什么？什么原因？全无待念，为思对你的情意。偏要你摇又你记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在哪里？竟然爱甲做无你的朋友，是什么？什么原理？请你对事伊来讲起。为何不了其原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